Hello，我係 Simon，歡迎嚟到 Simon's Workshop。咁呢段影片咧，接下嚟嘅討論啊，或者係分析咧，就都係呢個知識分享啦、研究啦，同埋持續學習嘅。咁就唔構成任何嘅買入啊、賣出嘅投資建議或者係推薦。另外咧，呢段影片入邊講嘅內容咧，就牽涉呢個預言嘅。咁預言本身咧，就並非精密嘅科學。咁呢啲討論咧，唔排除係會有一啲主觀嘅推斷啊，咁就唔保證完整啊、準確啊同埋及時性嘅，又或者係達到一啲標準啦。咁就記住聽呢段影片咧，都要記住獨立思考啦、謹慎行事啦，同埋時刻保持良好嘅風險管理。咁呢段影片咧，我想講咧就係最近就有好多預言啦，咁特別就係呢個印度神童嘅。咁印度神童嘅預言咧，就近呢幾個月就唱到好熱啊！即係你喺 YouTube 啊，唔同嘅 channel，甚至乎投資嘅 channel 咧，都會專登整段片就係講佢。咁如果大家有留意就知道3月16號啦，同埋4月13號咧，就係兩大關鍵嘅日子啊！咁就3月16號咧，就佢講到係即係會有呢個金融嘅泡沫爆破啦，而4月13號咧就係呢一個買入黃金嘅時機，咁就都好近啊！特別咧要留意嘅就係3月16號咧係聯儲局即係會議啊，咁就當日會有議息嘅公佈，同埋有呢個 press conference，咁就即係呢一方面咧，佢個理據其實就係基於即係佢嘅擅長啦，即係睇呢一個星座啊、星盤啊，咁兩方面啦，火星土星合相，同埋有個叫做印度嘅星盤叫做 Kala Sarpa Yoga， 係啦，咁就去推斷咧，即係而家即係呢個世界嘅政經局勢啦，同埋疫情啦、地緣政治、能源危機、金融危機，即係呢方面就會影響，即係喺呢兩個月會有好嚴重嘅影響啦。跟住另外一個預言咧，就比較少人提及嘅，佢就係一個以前法國嘅預言家叫做 Nostradamus。咁就呢個 Nostradamus 都其實好出名嘅，即係佢好多人就話佢嘅預言就即係好準確啦，即係佢係16世紀嘅預言家啦，咁就預測咗即係譬如巴黎聖母院大火啊，或者係特朗普當選總統啦。咁佢喺佢個預言書咧就提到咧，2022年就會出現一個叫做暗黑3日嘅情況，咁就會有2/3嘅人類會被毀滅，幾乎係世界末日咁樣啦。呢個就好驚嚇㗎。咁我本身咧都仲想揾一啲，譬如呢個推背圖啊，或者係好似有一個美國嘅唔知咩預言家等等啦。但係咧入邊嘅內容就唔係好即係好詳細或者 relevant to 而家呢個情況。咁我就 focus 喺呢兩個預言啦。OK，咁嗱，首先我想講一講先，預言呢樣嘢就唔係精密科學嚟嘅，即係佢本身咧，即係去 predict，即係預測，即係將來會出現嘅嘢咧，其實係好多時都係基於一啲星相啊、占卜啊，或者係一啲都唔知佢可能本身即係發夢咁樣夢見嘅東西咁樣去推斷出嚟，咁唔係精密科學嚟嘅。但係預言本身咧，令到人去相信咧，呢樣嘢就有啲科學嘅。嗱，譬如或者係佢嗰個 presentation 嘅方式咧，即係令到人去相信佢嘅準確性咧，呢樣嘢係科學。咁兩個方面啦，第一個方面係統計嗰個方面啦。咁其實咧，預言即係一個預言家，如果佢想令到人相信佢嘅準確性咧，佢可以作出兩個方面。第一樣嘢就係作出大量嘅預言啦。譬如好簡單，你大包圍講好多個唔同地方會發生啲咩事，咁樣總有幾個會中。另一方面啊，佢亦可以係譬如講一啲好 block 嘅時間點會發生一啲事情，譬如日本可能喺之後2年會發生一個大地震啊咁樣。咁其實呢啲就好 vague 嘅，vague 即係好模糊啊，即係你嘅時間點又長。你話大地震有幾大咧？咁樣咁就可以增加人哋覺得預言嗰個準確性嗰個 perception 啊。呢個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咧就係心理上或者經濟上嘅科學。
預言咧有啲時候咧係可以自我應驗嘅，即係 self-fulfilling prophecy。咁如果有呢一個情況咧，咁預言本身咧就可能真係會導致一啲事情會發生。呢樣嘢嘅解釋就係，譬如即係可能有啲人俾一啲譬如睇個面相啊，可能話佢喂你唔掂㗎喎咁樣。咁可能某個人可能聽到嘅推斷啦，咁樣就可能覺得佢自己可能我真係唔掂，跟住就唔努力啊咁樣成，咁就結果就可能係自我應驗，咁就即係變得失敗啊咁樣成，即係呢一個一個例子啊。咁如果係歷史嚟講咧，即係類似有呢一種策略，譬如我喺維基百科啦揾翻一段歷史啊，叫做淝水之戰，係中國喺大概公元380幾年嗰陣時咧。咁就東晉對呢一個前秦啊，即係有一場好大嘅戰役啊。咁其實咧，當其時咧就發生一個戰略咧，其實就係東晉嗰邊咧，就其實個軍力就比呢個前秦就弱嘅。但係東晉咧就喺呢一個秦軍即係去攻打呢一個晉兵嗰陣時咧，有一個將軍咧就可能係大聲咁樣就話：喂，從兵輸啦！從兵敗矣咁樣啦，咁樣咧嗰啲前秦嘅軍隊咧聽到咧就淆底喎，跟住咧就突然間就好似向後退啦。但係一出現呢一個情況咧，就會人踩人咧個士氣就崩潰啦，跟住晉軍就趁呢個機會咧就去攻擊啦，咁樣就打贏咗呢一個淝水之戰。而有句成語啊，就叫做好似係風聲鶴唳啊。就係喺呢一場淝水之戰咧，即係出嚟嘅呢一句成語。即係我想講嘅嘢，其實就係預言本身其實都會有呢個自我應驗。換翻喺而家我哋面對緊呢一個情況咧，呢個印度神童啦，阿蘭德咧，佢其實就將佢啲影片咧就放晒上呢個 YouTube 啦，好多人都留意啦。其實咧係有一個風險嘅。即係佢話3月16號講到好明顯啊，3月16號啊，而咁啱嗰日係聯儲局議息嚟嘅，即係話會有一個金融嘅大調整啊，係啦。咁如果有呢一個情況咧，其實係驚驚地會有自我應驗嘅，即係啲人可能好多人都有個 wide perception， 即係可能有個共識，喂唔掂喎，嗰日可能有大調整喎，咁樣就預先咧可能會出貨。其實最驚就係呢一樣嘢，係啊，咁就即係我想講一講，其實就可能會有呢一個情況嘅。至於4月13號咧，呢一個位咧，佢就話黃金啊，如果我冇記錯係啦，呢一度講啦，4月13號咧會迎嚟金銀價格上漲，如果有足夠能力嘅話，就長期投資。嗱，呢一個咧就都可能有呢個自我應驗嘅。但係如果我假設佢講嘅嘢或者咁講啦，即係假設佢真係有呢個預知能力，但係佢又唔講到咁明，咁樣其實喺呢段時間會發生啲乜嘢事咧？3月16去到4月13，其實係會發生啲乜嘢事？佢唔講到咁明，咁樣呢一度就可能值得可以大家諗一諗。咁就如果按而家呢一個地緣政治嘅情況咧，或者呢個局勢嘅發展咧，我係驚驚地呢一個普京可能會即係俄羅斯嗰邊俄烏戰爭嗰邊，普京嗰邊可能會有啲嚇死人嘅舉動。呢一樣嘢就唔知會唔會配合埋我第二個呢一個 prediction 啦，即係呢個 Nostradamus 佢嗰個 prediction 暗黑3日呢樣嘢，係有啲擔心咧。普京唔知會唔會撳錯掣？咁其實而家個情況就係咧，俄羅斯就係面對緊呢一個即係西歐啊、美國啊，即係呢個西方集團嘅制裁啦。咁其實就呢個制裁都幾 harsh 㗎，即係
唔可以同呢個俄羅斯貿易啦，跟住嗰個俄羅斯嘅金融系統唔可以用 SWIFT 啦，跟住就好多嘅企業就撤出俄羅斯啦，即係西方嘅企業啊，咁就導致盧布啊貶值啦，股票市場就停埋啦，跟住啲人又要喺提款機啊，即係要擠提啦，跟住就搶住要買麥當勞啦。其實而家就立亂嘅，俄羅斯嘅經濟就元氣大傷，咁係有啲感覺或者係擔心會唔會重演翻一啲類似二次世界大戰嗰陣時出現嘅一啲情況。當年咧二次世界大戰咧，其實德國咧輸咗第一次世界大戰啦，咁樣就需要賠呢一個巨款啊，即係俾呢一個戰勝國啦，即係包括法國啊等等啦。咁其實就會令到個經濟就會超差嘅。而喺呢一個情況咧，就即係經濟咁差嘅情況，就嗰啲人咧其實就好慘嘅。咁就希特拉就喺呢一個時間咧就冒起咗，即係突然間就可能係鼓吹翻一啲民族主義啦，跟住就去即係聲稱譬如 unify， 即係團結呢一個德語系嘅群體啦，咁樣就去增加嗰個凝聚力啦，跟住就再揾一啲敵人啊，猶太人啦，係啦，咁樣就去再凝聚啲嗰個團結啦，即係德語系嗰個團結啦，跟住就慢慢演變下就變咗做第二次世界大戰，跟住就甚至乎連成個西歐都俾佢玩，即係玩晒。法國啊俾佢攻陷，跟住又走去打俄羅斯，即係蘇聯啊。當年嘅歷史情況就係有少少似係港九入窮巷，跟住就引發一啲好嚴重嘅戰爭，世界大戰。而家咧，即係如果西方對呢一個俄羅斯嘅制裁係做到去呢一個港九入窮巷呢一個地步，其實都會有啲擔心係會有呢一種後果。如是者咧，如果你睇翻嗰個cost and benefit 咧，即係喺俄羅斯嗰個 cost and benefit 嗰個角度，其實如果普京佢即係面對呢一個情況撳個核彈，即係撳錯掣嘅，譬如佢國家有幾千粒核彈，即係嗰啲核彈頭啦，咁如果射幾個去西歐啊，即係等等啊，即係我唔知射去邊啊。其實對佢嘅代價會唔會話有 further 即係更多嘅制裁咧？咁當然可以有嘅，即係譬如即係再勁啲嘅經濟制裁啦，即係完全當俄羅斯隱形啦，喺經濟上 SWIFT 都已經禁咗啦。又咁其實俄羅斯係冇得輸呢個情況。嗱咁就亂咗一團㗎啦。就係驚呢一樣嘢，咁就唔知會唔會喺3月中去到4月中呢段時間就會發生。咁如果係出現呢一個情況咧，咁就即係可能一切嘅生產亂晒停動。最擔心其實就係即係啲能源啊、糧食嗰啲就可能出現問題啊，跟住就會迎嚟呢一個金銀價格上升咯。呢一點係比較擔心。咁當然啦，即係呢啲係預言嚟嘅，即係驚有啲危言聳聽嘅。但係其實呢一度就，如果你係用譬如俄羅斯嗰邊嘅角度嚟睇，其實港九入窮巷呢樣嘢，對於佢嗰個 cost and benefit 嘅角度，其實又唔係話唔會發生嘅。同埋如果你睇多啲有關普京嘅背景資料咧，其實普京又唔係真係做唔出呢樣嘢嘅。咁普京本身佢係特務出身啦，跟住就如果你睇多啲佢嘅資料咧，其實或者係喺 YouTube 嗰度睇下啲資料啦，咁其實佢即係可能係做嘢都幾心狠手辣㗎。跟住另一方面咧，好啦，咁如果你話會唔會有人推翻佢咧？係咪真係咁容易咧？又其實難度好高啊！一個原因係因為普京佢本身咧，
即係佢嗰啲保安咧，其實係好嚴密嘅。即係啲保鏢係特種部隊嚟嘅。跟住佢近年咧嗰啲會議咧，其實又好傾向係用呢即係搖佢啦，或者係叫啲人同佢開會啊，坐成10幾米遠啦，好難接近佢嘅。跟住另一方面咧，佢如果睇翻以前，即係有啲 news 啊咁樣成咧，就話，譬如普京佢可能其實因為俄羅斯地大咧，佢就算如果開會啊或者成，其實都未必喺莫斯科嘅，即係可能係有啲地堡啊，有啲成咁樣去傾。跟住可能譬如普京咧，佢又可能已經安排咗一啲家屬啊，甚至乎自己啦。咁其實佢又可以咧，即係因為俄羅斯地大，佢其實係有得匿嘅，所以咧基本上咧，呢度望一望下先。嗱係啦，譬如呢一度啦，咁啊又話普京已經將一啲家人咧送入防核地下城堡啦，係啦。咁其實即係如果你話係要推翻普京，真係唔係咁容易嘅。即係如果用正常手段啊，但係如果你話再喺其他地方射一啲，即係假設啊，即係如果俄羅斯去射核彈去其他地方啦，咁會唔會話即係其他地方又射翻核彈去俄羅斯咧？咁樣咁其實呢方面就要睇下嗰個導彈嘅防禦系統有幾勁嚇。跟住就譬如又有一啲，即係之前有留意到一啲軍事新聞啦，譬如有俄羅斯係有一啲叫做超高音速導彈啦，呢個可以望一望啦。高超音速導彈，咁呢啲會唔會話俄羅斯又會領先啲咧？係啦，咁就美國都有嘅，即係而家咧係玩到去鬥快嘅，即係如果假設真係玩核戰嘅話，講到好得人驚，但係就基於呢一個俄羅斯而家面對緊嗰個 constraint， 即係佢而家嗰個牌面啊，慢慢係有啲可能係會推到去呢個情況，所以就不容忽視。如是者咧就會夾到印度神童啊，或者係 Nostradamus 入邊所講嘅嘢。如果咁就好大劑，係啦。換句話說咧，如果我哋投資或者係明哲保身啊、保命嘅話咧，我哋應該要點樣做咧？呢一個其實要思考下嘅，係啦。即係呢一個俄烏局勢咧，係驚會有啲失控，係啦。咁就大家可以思考下啦。咁我今日講嘅嘢咧，就可能比較進取少少，係啦。但係就都係 raise 一個 thought，即係一種諗法出嚟。